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391尺嘅安盈苑單位設計。安盈苑係位於安達臣道嘅新居屋，呢度主要有幾個新盤：安秀苑、安麗苑、安盈苑同安華苑。今次介紹嘅安盈苑有兩座，單位面積由282至478尺，主要係一房同兩房款式，而且採用咗組裝合成建築法，阿米士黎起樓。呢係阿米士組裝合成建築法呢？簡單講，就係單位嘅部分結構同組件預先喺廠房整好，然後運去地盤組裝。好處係快靚正，但裝修時就有啲限制，唔拆得結構牆同防火牆，變相唔可以隨便改間隔。問題嚟啦，唔改得牆，點樣可以將原則廚房同廁設計得更實用呢？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391尺單位點樣變身啦！業主一家有3個願望：一、爸爸夜晚要在家工作開視像會議，需要一個安靜專屬區域；二、媽媽係煮食高手，廚房要超多收納同流暢動線，而且中意招呼朋友，想要一個坐到10人以上嘅闊落用餐區。三、女要有自己嘅小天地，房間要有儲物空間同溫書位。Base Design 設計師今次根據業主一家施展咗空間改造術，全屋以奶油北歐風做主題，淺木色配搭奶白色，加上訂造家私，打造出現代又溫馨嘅感覺。首先講下客飯廳。因為成日有朋友嚟打邊爐聚會，設計師特意將餐區設於窗邊，用曲尺卡座設計，搭配圓形餐台，慳位得嚟又可以容納10幾人。卡座下面仲有大量儲物空間，而成個設計充滿咖啡店悠閒感。放假嗰陣曬住太陽食個 brunch， 真係超級享受。玄關位置亦都好用心，特設掛鈎、全新鏡同鞋櫃，一入屋就可以放低嘢。客廳電視牆取代電視櫃，令通道更寬敞。嚟到主人房啦，為咗滿足爸爸開會需要，設計師特意規劃咗一個曲尺大書台，分隔開工作區同睡眠區，等佢有舒適空間開會。有儀式感得嚟，又可以更專心。衣櫃就用咗入牆式設計，搭配弧形線條同長虹玻璃。女間房以年輕溫柔女生風格設計，弧線家私簡單又有個性。上層係睡眠區，溫潤木條紙裝飾牆設計加隱藏燈帶。下層係溫書學習空間，小空間都做到有大衣櫃、書台同書櫃。功能齊全，打造屬於小隊生專屬空間。阿米士建築法唔拆得牆改間隔嘅問題，真係搞到好多業主都頭痕㗎。今次呢個單位嘅廚房同洗手間設計就完美示範咗，唔使拆牆都一樣可以打造到啱你心水嘅空間。首先，設計師拆咗原本嘅廚房同洗手間門，將門外嘅空間納入廚房範圍，偷位解放廚房空間，成功擺放大雪櫃。另外，廚房仲偷咗洗手間新門位隔離嘅位，做咗個薄身但又超高效嘅收納櫃，擺調味料、即食麵、罐頭、乾貨海味。打開櫃門一目了然，係女戶主至愛。仲有薄身地櫃，做小廚電嘅專屬空間，成1.5米長架。飯煲、水煲、咖啡機、養生機、多士爐，乜都有位擺。仲將原本擺洗衣機嘅空間，變咗做大型廚具嘅收納區添。洗手間門就稍為延伸入廚房區，咁就可以擴大洗手間內部空間啦。有我哋專業團隊設計嘅米士新居屋極致空間改造術，
超高效室內設計加裝修加全屋定製一站式方案，唔拆牆，一樣可以打造超好用又美觀嘅空間。如果大家都係有類似單位，煩緊點樣設計，不妨參考下呢個方案啦。需要專業設計建議，隨時聯絡我哋啦。而家仲有提供限時優惠居屋裝修套餐，低至168000元。限時優惠，每個屋苑首5名，仲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天價。你嘅理想生活劇本，由 Base Design 為你用心設計，每一寸空間都係精心嘅章節，有着你嘅故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